这个用萤幕录影，手机应用程式哦，萤幕录影，免费的，没有广告的，可以收信 Google Play。然后这个文章啊，也可以用照相的方式哦。萤幕录影程式哦，也可以选那个照相呢。这个萤幕呢，萤幕画面啊，照成照片，然后用另外一种手机的程式哦 ，APP 叫做文本扫描仪，然后可以把这个照片档的文字变成可以复制、可以修改，可以用电子邮件传送出去。现在找文本扫描仪下载了很多手机应用程式 APP， 这个叫文本扫描仪，要先按设置按一下，然后按那个退出来，萤幕右下方往左边的三角形的那个图，按一下退出来，按久一点，退出来了。这个圆圈圈那个就是要照相了，现在是要找照片，上面左边第二个按钮，那个是照片，要有文字的照片。那刚刚拍的会是存在哪里呢？这个是一般相机拍的。有呢，左上角开始算1、2，那个就是萤幕拍照的，现在在处理了。这个有时候会有广告啊，或者是连不到网站啊。你看，刚刚拍照啊，就是贾博士的最后一段话。你看，大部分都是正确的。好像有一些字啊，像这个巅峰呢，处理以后变成是崩峰呢，就明显的错。那要怎么改呢？按这个笔，按这一支笔，然后按一下就可以修改这个字了。游标移到这边，巅峰的巅，颠是有三字旁的颠，没有三字旁的颠是颠倒的颠。选那个有三字旁的颠，巅峰嘛，峰就是山峰嘛，所以说三字旁的颠，巅峰，山的最高处了。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字错误的。他讲到财富在面临死亡了，就变成没有意义了。重要的是人生的过程，也能够得三宝心法，参加修办道，将来超生了死，这更有意义啊！不白来人世间一趟啊！赶快遇到有缘人要得孔孟圣道三宝心法，认为可以按保存了呢，再按退回去，按左上角退回去，然后按这个右边三点这叫透过电子邮件分享也可以 Facebook 也可以 LINE 呢，也可以朗读呢，把这些字朗读呢。目前现在看到了倒数第4行朗读，他就不必跳到别的界面，那就直接在这个画面上朗读。真好用，来试试看朗读。你看4基15 16点26分，许志贤的贴文。许志贤17小时前，斯蒂夫·乔布斯贾伯斯的最后一段话，
他在56岁的胰腺癌中死于亿万富翁，这是他在病床上的最后一句话。我在商业世界中达到了成功的巅峰，在别人看来，我的生活是成功的缩影。但是，除了工作，我没有什么快乐。最后，财富只是我习以为常的生活现实。就在这时，躺在病床上回忆起我的一生，我是到所有的认可和我非常自豪的财富，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变得苍白，变得毫无意义。你可以聘请某人为你开车，为你赚奸钱，但你不能让别人为你承担疾病。可以找到丢失的物质，但有一件事在失去时永远无法找到：生命。当一个人进入手术室时，他会发现有一本书还没有读完，健康生活书。留言。然后这是照片2篇哦，这个留言还没有哦，有2篇了，换了内容多哦，有2部分了，所以还要再处理第2张照片。先把电子邮件传出去，按右上角三个点。你看，现在要选电子邮件哦，选电子邮件 Gmail 有个 M， Gmail 有用信就像 M。你看，很快就可以送出去了，电子邮件送出去了。通常都是电子邮件那个文字的开头几个字作为标题啊。再处理一下第2张照片，再按萤幕右下方那个向左的三角形，推到上一层就对。再来找新的照片是 A 左边哦 ，A 左边最左上角那一张。这个是用萤幕录影那个程式录影音以外，还可以照片，可以照相的。现在是照第2张，这个是第2部分了哈。然后看看你哪里要删掉了，按笔来修改。这是贾博士的话语啊，贾博士的话语啊，很有智慧，领悟很深啊。这个被遮到了，按右下角向左三角形退出来，就不会遮到这个画面。怎么会有这个 C 呢？怎么会有这个 C 呀？按退出来。你看，好，那现在呢，先按保存，修改后按保存，然后要读这些字的话，要怎么处理呢？先退到上一层，按这个三角形3个点，按3个点这个，然后再选你看可以电子邮件传出去，可以发表在脸书、Facebook， 也可以 Messenger， 也可以朗读，也可以 Line， 也可以传送到 Line， 可以储存到云端硬碟，可以放到记事本，放到 Firefox 火狐浏览器，邀请好友，还可以翻译，可以蓝牙，可以 Mega 那个空间硬碟空间，可以到那个好多种程式。现在选朗读，2个画面上第4行朗读。无论我们现在处于生活的哪个阶段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将面临帷幕落下的那一天。
珍惜爱你的家人，爱你的配偶，爱你的朋友。善待自己，珍惜别人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因此我们逐渐意识到佩戴300美元或30美元的手表，他们都同时告诉我，无论我们携带300美元还是30美元的钱包、皮包里面的钱都是一样的。无论我们驾驶15万美元的汽车还是3万美元的汽车，道路和距离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到达同一个目的地。无论我们喝一瓶300美元宿醉都是一样的，还是10美元的酒。我们住的房子是300平方英尺还是3000平方英尺，孤独是一样的。你会意识到，你真正的内在幸福并非来自这个世界的物质事物。无论你是先乘飞机还是经济舱，如果飞机倒场，你都会随波逐流。倒塌了，那个原文是倒塌。先乘飞机还是经济舱，这里怪怪的。看到这个数字折断了，它就念出来就不一样了，应该是300，不是300。这里要把它处理，要怎么处理呢？游标移到下面那一行第一个字前面，让它按这个右下角有个向左的箭头打叉这个，你看这样就接好了。按手表同时都告诉我什么？应该是时间啊，告诉我时间啊。它那个原文没有时间，应该是有时间。然后这里呢，喝酒现在不要喝醉，喝醉都不能开车了，喝酒都不能开车，不是喝醉了，喝酒就不能开车了。以后还要安装那个测速酒精的，有个车道就不能启动车子了。这里无论我们喝一瓶300美元，还是这两行的宿醉都是一样的。这两行应该现在画面上看到了，第3、第4行要调换了。看看有没有办法复制贴上。有呢，可以复制。哎呀，移到下面呢，那一行第一个字前面。这样，让它贴在那个这一行的最后一个，游标移到这里，长按，贴上。哎呀，贴错位置了，可能游标跳到哪里去了。哎呀，好像弄错了嘞。刚刚有去遮到吗？是30平方英尺还是3000呢？就是在操作过程可能会有一些字跑掉了，再操作一次看。哎呀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我们按的地方是上面，它怎么跳到下面呢？所以应该按上面一点。不好操作呢，按到下面那一行第一个字前面，这样比较不会出错。真的嘞，要贴的动作要放在下面那一行第一个字的前面，这样才不会吃掉别的字啊。就是这样了，退到上一层，你看，这样这样就正确了你看，现在按那个分享，现在要电子邮件传出去，这样就很快了。
这个就是利用文本扫描仪处理啊。